春香，係你啊，係乜按揭，乜嘅事情，係咪有乜嘅勢頭，愛老愛同天數？唔係啦，玉蘭姐，我來請你啊，我愛老你講一個天大嘅秘密咯。秘密？乜嘅秘密啊？玉蘭姐啊，我老你講哦，其實啊，文化少爺係你嘅親生子呢。你都在亂講乜嘅？我又冇亂講哦，係我無意之中係聽到夫人講嘅啊。佢講啊，係18年前，你老夫人用下公子，夫人嘅生日要節啦。為了莊家嘅好事，故說老你嘅生日呢，老幾嘅兩三日丟飯。哈？春香，你咁有聽唔錯，也咁係真的啊？當然係正經嘅啊！我堂弟一起你出，千真萬確，文化少爺就係我嘅親生子。文化，子兒。玉蘭姐，佢既然知道文化少爺係你嘅親生子，阿勇，你就更加請機會老佢上你啦。錯，我做唔得到，我愛親文化，我愛推廣，我兩好就去，你愛去哪裡？想我親文化，父子相認係冇？唔係偵查啦，春香所談的全部都係事實啦。夫人，你太狠心啦！夫人，我就愛親文化，我推揭穿你嘅真面目，點樣要啊？讓我揭穿我的真面目，無愛簡單，你是想愛怎？愛親文化。玉蘭姐，散開，我無愛，散開，我無愛，散開，我無愛，小愛，我無愛。春香，春香，夫人，你永遠嘅錯在錯啊！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春香佢已經死了。哈？春香佢死咧？春香咩係開始嘅？哎呦喂啊，乜嘅事情？哎呦喂！哈！春香死咯！哎呀喂啊，玉蘭兒喊起你嘅死麼？春香咩係開始嘅？哎，這事實擺在眼前，還想我強辯啊？啊，文化啊，你呀一定要留戀玉蘭啊，帶到公堂去好好審問一番。是，老爺啊！就利用人啊，進公堂。
吹分林有难，本官猜测来问你，为何爱大事不必？季春香，一切事情从实走来。大人阎王，我老春香无言无数，我根本就无打死伊的理由啊！害死春香的你江义，文法，人爹讲啊，古不打还不响，人不打还不走啊，还无用心啊，几时没走人呢啊？是，不过目前证据不足以验听，技巧的此人给凶手，到了下来，望有前度证据证明其有此人，乃不能滥用司法，本地扩大审者哇！不过啊，这春香死人呢，只有几菜场人，更没几次诶，还有马杀刺的呀。是，目前乃天我前度凶手，万春香也给公托，你就放心吧。文法啊，当然，先将林有南、阿进赶路，正言在身。强主，杀一啊！风为上真流氓有何可能？最土不一心玉兰，阿福哥，兄弟啊！你做乜嘅？我開始春香啊！阿福哥，難道你也因為春香係我害死嘅嗎？我老春香無言無數，我做乜嘅我害死佢？我講害死春香嘅人，就係丈夫人，你敢唔相信？春香死的是無對證。你講係丈夫人開始春香，但係春香死嘅時間，丈夫人冇得發言啊！春香嘅人，伊來發言親愛同我講，丈夫人18年前官司嘅事情，望丈夫人拄好到位，第二愛已經第王子嘅事情。你就愛來阻止我去親文法，夫人將我錯事
痛到撒口泪滴。我想起来了，今日春香有人请我，讲要去请你。春香正见喺丈夫人开始嘅，冇想到丈夫人不但个性无改，还一错再错。18年前，学期开始开成，冇想到春香厉害呀！不过，你讲乜嘅？你讲18年前，海生係本丈夫人開始嘅，講較清楚啲啊！講本愛他到底係什麼嘅情形啊？好啦，老實老你講，18年前，我老公係夫人為了脱氣，是輸大時間。當年我也太重，海生就是你丈夫人嘅手中。不過，你咪講，海生係跌落邊江下死咧啊！嚇！該是老家我太夫人暗看對戲，將會講發了騙你，並數了你將我贖罪啊！海生，你死得好冤枉啊！有了，當時我真經對不起你啊！不過，你講18年前嘅事情，你攏知，那文化少爺，伊都係我嘅親生寵母。有了，文化確確實實係你嘅親生子啊！阿福叔，你講，戀愛係哪個錢用？少爺，俺唔相信，你天天一定這個騙愛！少爺，少爺，少爺！文化，滿堂生死啊，難管家呀！紅葉來訪啊，背影彩。五線相牽啊，長面開呀！那五線用難那係愛情愛情愛。少爺，你聽我講啊！少爺，少爺，你聽我講啊！你不用講咯，那唔相信，有人搶你嘅錢啦未？少爺，你冷靜聽我講。你愛講乜嘅啊？文化，你是莫談個阿福的亂講法哈！你從細啊就阿妹
老爷吧，哎呦，辛辛苦苦养育的啊，个肉蛋，因为有可能是娘嘅母亲。老爷，哎，你讲，係啊，唔係啊？係啊，文化，你莫諗心，佢談阿福，佢亂講話啊！阿爸阿妹，不但如此，阿福非常嘅過分，公然地去自然享受，還是佢容開成。佢愛人好就講人好啊，佢愛人壞呀就講人壞。文化，你是冇相信哦。我老爺爸，因為有可能係生人的享受啊。阿福，哎，任菜兒為奴慶祝，我就唔能計較。啊，唔過如果再亂講話，我就唔偏講你哦。文化，來。哎，老家，真相只有你知啦。杨海生，春香，两条人命啊！夫人。夫人有安很心嘛？夫人呐，呀个出啊惨，张黑呀心肝呐，心狠嘞树啊啦。我在给树看呐，爱自由啊！报啊福，爱爱娘伴盼呐，爱愧对呀，爱给良啊心。让的心难安呐。张太平，伊啊，老大爹做乜嘅呀？啊，佢一啲做乜嘅呀？天哪！天哪！原来要把你啦！